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同大家分享一隊貂蟬碰瓷隊，隊伍戰報同埋配置由海星星仔提供。呢一隊利用貂蟬嘅技能高發動，再配合埋蓄勢8回合嘅先攻，令到貂蟬有先手，令到對手不停咁自殘、中分擔同埋混亂。然後再配合高頻率回血技能換救補血，拖長回合數量。至於副將方面，佢就用咗紀靈同埋馮紀。雖然大部分時間一兵嘅副將係冇作為，不過如果佢撐過第一個回合，亦有機會出到技。喺選用副將方面，其實係冇乜要求，所以佢都冇開兵書同埋技能都冇升，主要係湊夠3隻群俾貂蟬食個群屬性加成。呢一隊玩法就係貂蟬維持8000兵以上，而其餘2隻就1兵，咁樣就可以出門口亂咁撞。而士氣方面亦都唔重要，因為隊伍係冇輸出。有時為咗慳體力，如果離戰場唔太遠，佢都會直射亂撞去敵人嗰度。呢一隊碰瓷嘅好處係可以慳戰法點，只要貂蟬滿技就得。同時亦都好慳兵，每次只需要補幾千兵就可以出門。而且對副將同埋副將嘅技能亦都冇要求。好彩嘅時候仲有唔錯嘅換兵率。最後有戰報提供返俾大家參考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